7月26罢免投票，对今开始呢，各地头拢会开始进行电视说明会。伫花莲的选委会场外，双方的支持者拢伫咧画休。因那场内立委鲍坤琪加这罢免团体领銜人，双方是头一届对射。讲到新德市呢，这回是要罢免因的市长高虹安，也佫有这立委郑正乾。说明会顶头呢，也和罢免团体交锋对垒。中国双方电影发甲正激烈，面对头一波726大罢免投票，昨日起各地陆续进行电视说明会，场内罢团带头人，甲面临罢免的国民党立委同款正面高手。我们财法法修正以后，花莲县每一年增加161亿元，更希望从明年开始，幼儿园、国小、国中、高中、大学，只要是花莲的孩子，能够教育全面。为了政治利益，就可以跟妻子假离婚，同时又是炒股经济犯。内线交易前科，担任审核全国预算的立委角色，更是让人无法信任啊！带头人李美玲及鲍坤琪制定违宪法案，无理煽动预算，甲亲中三大失职。鲍坤琪是批评中央市政跳票，无顾华东人登记厝的安全，讲到极端所在，连手帮都无设立特定倒兵。伫新北，抱团帮员大三元积极拿下立委，叶关之对选民不忠，伊本人是提文件喷剑来反击。叶元是365天总共上了565次的通告，薪水可能比他的议员跟立委的本薪还要多。到底是立法委员还是脱口秀演员？我是国会评鉴优良立委，我的质询次数名列前茅。如果我都不去立法院开会，我怎么质询？这摆专台唯一立委市长相拍的区域，新德市抱团带头人直讲，地政欠甲高虹安两个人的贪污亲中争议，已经被传出有贪污的高虹安，也还是喜欢接受各种好处，吃相难看。戴先生引用了本人在立法委员任内的司法案件，用未定罪的案件，试图的要去扩大抹黑到所有的施政表现。传送的政府档案到中国国台办，台北地检署已经正式将郑正乾委员列为被告。抹黑抹红无所不用其极，他们提告了没有错。可是我们也提告了。郑正乾批评大罢免是浪费公家的钱无正当性，洪定这高虹安是讲到家己生计的政治来犯罪，呼吁罢免机制无应该互滥用。中选会表示，新北路兵在台中甲启臣杨庆英、甘宽刑。甲新德县林书明等5个罢免案地方选委会已经完成补强查对，中选会会伫10月公布审定结果甲投票日期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